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前几天你有看到台中百货公司的爆炸吗？爆炸原来离咱有够近，对天而降无地味，但是生活内面如何来降危机？你第一时间又个安怎来处理？今仔日1点钟，你就要好好啊听详细。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大病院基金部主治醫師趙富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會員代表吳英石。大家好，我是吳英石。那麼第三位消防署危險物品管理科組長呢，咱的科長呢是周芳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热水器的业者，嘛是董事长吴和珍。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百货公司的这个爆炸发生了意外之后呢，湘北、高雄、屏东、桃园、台南嘛开始做预防性的基炸，其中台北市基炸的范围，佮包括着夜市啊，针对着夜市啊使用到规桶的雅士的店家。临时去检查，有发现到2大违规。来到百货卖场，台中市政府启动公安稽查，特别针对美食街业者主食的所在。标示一下它的流向跟它的盖棺方向。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于说，我有一些突发事件发生，他们才能去做一个紧急的遮蔽。台中百货公司起步意外造成严重的死伤，6都拢启动相关的稽查，同时锁定商场美食街跨局处检查，加速公线这关键设施。湘北也对百货商场的消防安全加强稽查。瓦斯遮断把动作之后，它瓦漏动作之后，它会关掉，然后这边会断开。北市府监管处则是下晡到辖区内底百货公司安全检查。今日市府对前一天开始，已经对百货甲夜市啊这公共场所来进行稽查。其中夜市啊用假释的业者有2大假释桶放倒咧，假释桶有效期限即要到期，是要求改善。的消防安全、防火管理成为重点的稽查项目，也针对包括南机场、士林、宁夏以及饶河夜市209摊使用瓦斯的突击检查。特别要求新北市7家天然气的公司要立即派人去巡查。他们的天然气的管道设备到底有没有做到位？台南市政府展开商场联合稽查，拄啊百货伫1楼甲6楼就拢有施工作业，市府也搁再确认，业者事前已经依法提出施工计划申请。这边就是原来，这就是预计的厨房的地方。要看那个现在目前的施工规划，那依照施工的设置配。高雄市政府也进行辖区内底14间百货公司公安联合稽查，锁定美食街老宅，一旦发现无符合道性安全，就要求业者是改善。假使楼期探测器必须连到中控室，也是重点稽查项目。如果可以定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比如说半年还是1年安检一次啊，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再安检。发生气爆就是我们会有安全疑虑了，然后一定要就是市政府或者消防单位帮我们民众把关。消防管理的部分，它简单讲，它是涉及到好几个单位。餐饮业它如果没有一个主责单位，它的效果可能就会是个挑战了。专家讲，台湾复合型商场设置美食街真普遍，也若复合型商场公安权责单位，分属政府无同机构，爱有统一的单位。同时，现场相关人员嘛爱理解火灾风险甲应变，平常时就要进行一个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新闻大，其实产生了足侪问题。他到现场就问讲，啊，落来当时去检查，是毋是逐工落来巡，还是讲半当看一摆就好？哦，不过，咱来先对台中这场起爆事件开始讲起啦，吼，因为咱这个图表内面吼，这个正手评价拢讲一寡伤害啊，因为吼，这个上紧急的就是要赶紧甲人救起来嘛，吼，这只头一个类型吼。你跟咱气缸同款，空气浸泡，吼超压，所以啊，中空的器官呢会受伤，软组织会破坏，吼会损害，而且哦，你若这脆片这边讲，已经撞空啊，甲你拆破啦，甲你甚至骨头
逼开了，啊，佫会转去，啊，佫冲击波，冲击波佫就唔单咯，吼，这重型的气缸啊，吼，这啊佫吼实际的这个内面的这内脏吼钝伤，这啥物叫钝伤？可能小大家请就医师会给咱解释一下，脑震荡、脑出血，啊佫有这个内脏，啊佫裂开啦，就是破碎嘛，吼。啊，而且啊，佫连锁的反应，就是吼会显炎，吼闪炎啦，严重的烧烫伤啦，啊，这规个这个机体拢断去的，啊，佫化学品吼去烧着，啊，呼吸道吼腐蚀着，就意思吼，我相信你这去诊室吼，这5项你拢看过啊啦。这一般来讲哦，爆炸，这个咱即摆咧讲的这个大部分的经验是可能是战争、炮弹、地雷安尼引起的，吼，大部分是这个用这个原因来讨论啦。吼，啊，所以讲第二就是讲，透过讲震波，这随时就到，吼，可能你家己听到啥时阵已经来啊，所以讲可能你要闪，这闪嘛无法度，嘿，这就看8字啦，吼，就讲这个看8字，对，讲震波。啊，来第二就是规个人都弹起来，啊，就飞出去。啊，你飞出去，可能会车喷到，还是创啥弄到壁，还是讲摔落去。哦，这就头我讲运气歹就飞出来摔落去。对天之降。哦，啊，这就真严重啦吼。啊，第三就是讲，这个碎片，哦，啊，小讲你若炮弹时阵，伊这个炮弹伊会壳，这个一出来，可能你的面就削去一半。哦，啊，这个力就是足大，但是。这个咱即间这个爆炸，这无遐大的力啦吼，所以讲有当时小讲你这手机啦，还是讲针仔头出来，吼，迄伊个力足大，有当时会穿刺伤，敢若伊个敢若暗器武功咧。有当时敢若枪咧，吼，就是讲这有当时枪击吼，就有这个效果。啊，第四就是讲伊个产生的这个会热，吼，所以讲会变做讲这个。烧伤、烫伤、烧烫伤，吼，这个大部分一般来讲，伤害是这4方面啦，吼。啊，因为若战争有当时伊用烧夷弹创啥，也有其他的化学品，吼啊，一般来讲，咱这个民间可能无遐定会遇到啦，哈严重着。对，啊，即间这爆炸，我是看，我是敢若看影片啦，吼，我是感觉讲，伊个爆炸力量，你若含炮弹含地雷比起来是小足济啦，吼。啊，最主要可能我是讲是人飞出来，这个顿挫伤啦，嘿，啊，另外也去顶面的物件弄掉、射掉，哦，这头部外伤，哦，头壳迄落是这个伤害。烧烫伤是有几个是安尼，但是这大部分拢是去戳掉、去啃掉安尼。对啊，伊即马可能几个要个未。那个伫到北方创伤，主要是这脑部这个伤害，这个呢，或者话是做钝挫伤啦。好，所以这咱会甲想讲台中迄场，会当甲想做讲是一粒炮弹去炸掉安尼。我是用安尼形容词啦吼，但是当然无像炮弹遐严重啦，毋是讲定时炸弹创伤，或者就搁要紧。搁另外一种。对，啊，但是你一个。会燃烧的气体，啊，你若有含空气混合，有一个火时阵，伊摸到地方空间膨胀，啊，伊会形成一个震波啦。哦，这个效果含这个炮弹爆炸，这有迄个共款。啊，当然这个能量是差真济，哦安尼。哦，是。但是吼，我头后先问咱的这个消防员吼，医生吼。你有入去现场抢救过吼？对。但是你敢有拄着讲，入去抢救时阵拄好哇，这疫来安尼，敢有去拄过？正常的情形，阮袂就是去冒险。对，冒险。啊，虽然讲阮有穿装备，但是伊的火也是你安尼下过来，我嘛是衫嘛是会倒起来，所以。阮当然是爱伫保障家己的性命的前提对啊，较入去对啊，当然有就是尽量啦，因为若是有人知影有人困伫内底，
对，无都出来，阮就是嘛是爱尽量去甲救。啊，若像这场，这已经爆炸，啊无烧起来呢。是。这小等我再来问咱科长吼，就是无烧起来，啊，这种就算做显效啊。显效，但是你一开始的时阵，你毋知内底到底是偌济人。啊，佫有。对，佫有无？啊，人倒伫倒位？啊，有几个人？因为伊是百货公司嘛，对无？所以伊是公开的场所，所以到底偌济人，你要安怎点？你毋知要安怎用啊？是毋是有人还袂出来？你嘛爱去做点名的当。咱即摆咧抢救的时阵吼，咱甲问讲，来，先甲咱地图摕来，哦，你对这第一小队、第二小队安尼入去敲。正常的百货公司，因家己有迄个啥工作人员会当去做这件代志，但是因为我想应该是乱去啊。对啊，这代志就是意外嘛，就是因就是会唔知影要安怎处理，所以对恁来讲，是毋是每一个公共场所上好，拢要有这种图，啊马上网络调起来就会当来看。那是多啦，但是伊爱家己负起责任，讲哦，若是有意外的时阵，你要安怎甲你的迄个啥，伊的客户安怎去带出来？哦，你讲到重点爱家己负起责任。重点是爱家己负责，因为趁钱是恁咧趁啊，客户的性命恁也爱顾，对啊，这是爱负责任的。哦，这讲得真实在呢。对。科长，那趁钱是因咧趁，救人是因咧救。啊，恁就爱负责检查，吼，恁咧负责检查，但是伊这内面虽然即摆监视报告拢还袂出来吼，啊，大家摇咱也唔通甲摇啦吼，但一般这起步，一般拢是啥物情形？啊，有诶，阮看迄电影顶头拢嘣嘣嘣，啊，就烧啊，啊，即摆那拢无烧起来，这是啥物情形？哦，这个因为目前知影的就是讲，伊是天然气啦，天然气跟一般的爆炸是无啥共的啦。哦，伊的天然气因为伊在施工，所以可能天然气它量就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个已经半射起。对，听说你讲量无大嘛，是安爆炸安尼好。所以这就回应到刚刚石医师讲到，就是说那个现场爆炸的威力也没那么大了，这样。哦，啊嘛是安尼，有人叫牵出来呢。对，因为那个震波的关系，就是回到刚刚那个会有震波都有一个压力，这样子。哦，所以科长你甲咱说解说一下吼，会爆炸，原理是啥物物件？原理吼是安尼，因为伊这气体分子吼跟空气混合，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阵吼。小弟，科长，你来讲吼，讲咱的俗话，讲甲伤学术吼，咱听无，我主持人就听无啊，观众朋友就听无。你讲，无，恁就是较专业嘛，咱负责甲翻译个。好来，你讲一摆。好，那意思就是讲吼，咱瓦斯泄露出来的时阵吼，捞出来的时阵吼，咱会先闻到味嘛，对不对？啊，闻到味的时阵吼，其实这个时阵伊的浓度吼，未。伊个浓度是开始伫甲空气混合啊，不过这个时阵遇到火源，遇到一个明火，会甲点落去的时阵，比如讲赖达尼点起来的时阵，伊就会产生气体分子的燃烧，这个时阵就产生气爆，安尼。若是有咧流动呢？哦，对，还有伫流动的时阵，这个气体分子的浓度就会变。都会变，降低。对，有的所在会降低，有的流较慢的所在，伊的浓度就会较悬。迄边就倒起来。对，不过伫一个空间内底吼，其实伊拢是算混合做伙啦。因为咱气体分子吼，伫咱这个密闭的空间，其实伊嘛是会分子运动，伊嘛是会用扩散的，走来走去。对，走来走去。所以你虽然讲看不到伊伫走，其实伊是有走来走去的，安尼。所以迄个瓦斯分子吼。伊伫咱即个所在啊，遮流出来，咱遐嘛有可能会扩散到遐去，安尼。但是这是还佫是瓦斯，因为虽然瓦斯是无臭无味，但是咱通常一般咧用的，拢有特别甲加味啊。对。这是有迄个有加味的，咱有的气体是无加味的呢。
所以吼，咱厝底用的这瓦斯吼，甲天然气吼，这两个拢爱加味，无吼不可以贩售的啦。哎，我说你讲啊重点哦，迄烫水的迄个一烫一烫的，甲天然气的，这有啥物不同？是一个较危险，一个较无危险，还是讲同款危险？哦，其实正常使用拢是安全，只是讲吼，你啊人为有疏失或者伊机器有故障的时阵吼，拢共款危险嘛。哎，是安尼。所以毋是讲有烫的较危险，无烫的较无危险。你啊有疏失拢同款危险。就是天注定，你就是你无好啊用，你就是对，你就要好好去注意你的安全。哇，这就要请董事长来讲，你安尼假死早济，你需要甲咱讲者。咱平常时哦，头拄我就看新闻大讲哦，市民就讲啊，上好看有通啊半年来检查一摆，半年敢有够？应该是讲你大家咧用进前，你都爱去甲注意，哦，爱注意。你会闻到味嘛？因为伊甲你加迄个臭气嘛，啊，你会闻到，所以你得闻到，你得爱注意啊。要有这个警觉性。我若见摆要洗身躯了，去外面去闻。但是因为迄是一个通风的所在，所以咱咧讲检查，咱较早国校啊时阵读册的时阵啊，拢有迄健康教育嘛，啊，拢叫你抹迄杀蚊，看会蚊泡袂啊？会蚊泡嘛，有气体外泄，你拢会不泡嘛，吼。但是拄啊咧看迄个宣导短片的时阵啊，伊去甲你查的时阵，伊用这款物件。你就会使，什么物件？这会使测量到你的外泄气体。这迄个便利超商敢买有？老实讲啦吼，你若是营业场所，你家己应该爱准备。营业场所爱家己。对啊，你要叫谁来甲你检查？就意思你毋通笑，恁病院内面嘛足侪气体嘛吼。对，因为这瓦斯这管嘛是经验足侪，都爱管理甲足严格。小等下，你讲者，来董事长。那伊这开机90秒的时阵，你若是拄着外泄的所在，任何一个接头，你拢会使哔哔哔，啊伊若外泄，你就会使警觉到啊。安尼是毋是真方便？真方便。啊，是毋是足侪营业场所，你应该爱自主管理，对吧？董事长，这一支会贵袂？敢若1万多块的样子。这大概哦，这一般。你商业场所，我感觉这是你的社会责任嘛。哦，这对啦，这应该法规啊来规范。啊，咱来讲天然气吼，天然气伫咧咱这款公务的厝有一个表嘛吼，天然气的表、加速表。啊，加速表头前呢，就是加速公司负责，伊会甲你配讲来。那加速表后壁，就是咱气顾公司咧负责吼，所以咱爱请有安装执照的人哦去倒讲，啊去倒热水器，对无？所以每一个接头拢是足重要的所在，你袂使互伊泄漏。好，那咱来讲这个讲好啊，这个讲吼，其实伊伫个顶啊吼，即嘛法律吼拢有写讲吼，你爱甲人讲，这条讲会使用几年。哦，伊顶头写字。对，伊才有写讲。你会当互咱镜头小看者，顶头写什么字？伊才有写讲使用3年。使用3年。使用3年。啊，你去看倒一间有3年，就甲你换。所以你家己应当爱去注意，你这若是有日头，你的厝有晒照日拍到的所在，这是搁较容易就是催化气，啊伊会裂开嘛，啊对。阮新厝3年，甲还不能换过呢。对，但是公寓内底可能较好，伊无拍日头，但是你家己嘛是爱注意。啊，不管接头还是这条管，伊拢是有危险，啊，你家己伊有够时间，你就爱换。搁个包括热水器哦，有当时阮甲人客讲，这台已经用14年啊，拜托你莫修理啊，吼，互你换新的。足侪人嘛是一直要修理。台湾人勤俭的个性啊，但是吼拢无注意安全。但是热水器啊，我就用较好好啊，啊，我就继续用啊。啊，是一般的年限是爱偌久？即马法律有规定5年就叫你爱换。5年就爱换？是。比计程车严格呢。对，但是阮热水器，因为阮外销美国，所以阮的迄个安全措施做较好。安全搁较悬。对，亲像阮若气排袂出，恁拢咧讲强制排气嘛，吼，阮是排袂出去的时阵，就甲你切断袂互你用。
哦，热水器有法度遮尔严格，啊，你要做到遮尔悬的规格无？对，这是业主的一个，我感觉一个社会责任啦。咱要做啥物规格的物件，互人去使用。啊，民众嘛爱有即个警觉，就是毋是逐项拢熟就好。当时你头讲安尼这吼，伊安尼袂使的时阵，我就甲自动切掉。是。那么台中这场，如果若有某种机制，恁咧做工程安装我不管，恁哦可能也有迄个，咱咧即摆迄个术语吼，术语叫做防呆机制啦，防呆机制就是讲，我不管你安尼搁较好呆，你若安装甲凊彩乱使用，我就甲你直接甲你切断。是，包括咱的压缩桶，即马嘛有即款的叫做压缩警报器。哦，你若是来，咱有镜头看。压缩外泄的时阵，伊就会叫，哦，互你知影，这是一个压缩警报器。另外一个呢，就是互你自动切断的。你爱去甲伊家己会自动侦测到的时阵，这种有当倒咧烫的镜头。对。啊，过来就是讲，另外佫有迄个地动的警报，地动的时阵，伊有法度甲你切断。这有讲真贵啦？这无贵啊，但是商业场所若是你的压缩桶较济的时阵，伊就强制你爱倒即款物件。但是你一般的民众，我感觉咱爱是高规格对待咱家己吧，这是咱的安全。你莫想着讲，逐项拢要用电的会当解决，其实用电的，包括咱看到足侪，迄水就根本无够。你要安怎？啊，伫咧庄脚所在，包括真侪荒郊野外，包括露营区啦、民宿啦，即款公共场所，伊嘛是爱用加速桶才有法度解决伊烧水的问题啊。那加速桶你会使家己做甲足好的，你为虾米无爱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包括即款加速调整器，伊内底拢是一个薄膜，塑胶膜啊。伊共款嘛，伊时间到一定会脆化嘛。所以这有期限的啊，你应该在期限内底，你就爱换掉啊。莫逐项拢一直要欠，讲都无歹，为虾米要换？营业场所，咱小安遮来讲，我的意思是讲，咱来家用的。是。那业者无人甲咱指定，无甲咱注意，咱家己举手讲，我要装这。当时你甲咱整理者吼，一般咱厝地内面上好爱加装什么物件？来，观众朋友搁来讲起来，你迄两粒是啥物？手头的这个警报器吼。这个是瓦斯警报器嘛？瓦斯警报器对。啊，足侪人就是倒一粒吸伫咧你的厨房啦，啊是伫咧迄个阳台，阳台所在有人就吸一粒伫遐。迄就是这。警报器。迄粒咧，迄粒咧加湿桶，倒咧加湿桶顶头的。这粒是倒伫咧加湿桶顶啊，这粒叫做加湿调整器。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其实咱台湾有足侪真好的公司拢咧做外销，包括即款的讲，包括即款的加速调整器。但国内无销咯。台湾足侪拢去进口外国足含万卡烧的物件，转来台湾卖，这就是业者足痛苦的所在。所以你看咱台湾哦，足侪会使通过 UL 认证、CE 认证。结果国内的人都唔知。国内就是有当时啊，就是要爱熟就好。这大家拢无去重视安全的问题。我真含万讲话安尼。但是我真实在安尼。包括加速桶的顶啊，迄粒加速开关，迄粒嘛是足重要的所在。你看到迄加速桶来吼，啊无咧开哦，关咧伊就会摔开。就会漏气。对啊。迄粒调整器是足重要的物件，所以我感觉伫日本吼，因有做所谓的溯源管理，伊会看你即个物件是对倒位来的，伊会去，毋是检查质量尔，伊会去检查你的工厂。对，你有即个资格无？科长，今年敢有咧检查这？有，我们有基金会在负责做这个检测。对，但是迄是毋是强制性？强制，连买卖之前都要先走啊，要合格才能卖。我们是有这样的。是国内有这个法令法规有咧做。对，有咧走。所以他讲的可能是
个案啊，可能是少数有一些可能是有瑕疵品之类的吧。对，是就是说你的，比如说你白碱，你1000颗里面你有几颗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送验证的时候应该是很容易，其实很容易过的。但是呢，你若看到大家拢咧爆炸，拢是迄粒，你应该要去追查这粒是对倒位来的。那为什么大家拢是这粒在出问题？台湾应该在救灾后面应该要去追究这个东西，因为嘛保护人民的安全。莫搁一再发生嘛。系啊，咱消防员嘛是会使安全。是，就意思，恁病院内面足侪气体呢。对。啊，你讲你也有参与，你也有爱处理真个雅士的代志，迄是啥物一回事？可能病院内底氧气是上严重的啦吼。但是瓦斯原也有，主要是餐厅，这是一个所在。另外有寡检验室原也都爱有。所以讲，这瓦斯管讲的这个安全，这是真要紧的代志啦吼。我是讲安尼处理内底线路简单，但是这一个营业事业内底内线足麻烦。我有讲过，瓦斯表外口是公司，迄边拢管到 OK。但是内线乱七八糟，这就真危险的代志啦吼。这是第一点啦，所以内线这个部分哦，因为有当时咱楼下餐厅分几啊家，大家家己装袂使。你要装，你就爱甲病院讲，做一回来检查。对呢，病院后迄个美食街呢。对，所以讲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若讲互大家家己装，所有的伊的这个我是来甲你做的。小是小领导，我总会要创啥？这个是领导代志。所以讲我是讲这个安全是家己业主，咱都爱家己来看啦。是讲这条是真要紧。透过这个侦测仪器我是讲若病院可能无法度遐麻烦啦吼。一般来讲，因为这个有加一个味，大部分的人你闻会出来。你若感觉有问题，随甲关掉，就代志就先关掉，卡来。检查讲到底对调有问题。对，但是因为小复杂的，你讲要关，你唔知快关伫倒。对啊，唔知要。但复杂才讲代志严重。所以讲我是讲这是平常时就爱头我咧讲的，就爱家己就爱智慧消防编组，再真注意去创啦。因为咱尤其我所知啊，譬如讲，病院内面话真济。其他的这个散射也好，气体也好，嘛是线路公线嘛，足济一个病床后面安尼四五空地的呢。对，所以我是讲大家拢踮咧惊这个设备创伤，我是讲光线较是要紧的。大部分的出道代志，大部分是拢去顾着啦，甲是讲咧创。我连若准讲你这是一般来讲，甲你顾落去，这我所讲，这只代志严重。所以讲理论上，伊这原来都爱有标示，爱有设创啥？应该要有做设置管理吧？对，这咱因识恁敢知影？这怎命也是科长知影讲，每一种公路拢顶头啊特定的设置，比如红色、黄色、青色，就来做啥物管理啊？恁咧做抢救的时阵，敢有看到这？咱台湾敢有咧创这？阮无。统一的做法，所以就是每一个迄啥讲安怎改，阮嘛唔知啊。唔知呢。对，这就是阮的最困难的所在。对，要可能对因港人嘛是共款啊。因咧要食物件，伊要改物件的时阵，伊的顶头也毋是一开始也毋是伊咧做的，所以拍开暗讲，拍开了发现讲，奇怪，那会拢。接甲乱七八糟，伊家己嘛唔知影。这是迄个啥？这是叫历史工业，就是。对，这个。那讲到工业安尼哦，大家会花去安尼。对啊。科长，这敢有法度来做一个法令的这个整理？讲，譬如讲，我规范全国性的所有，哪是甲会爆炸有燃烧的，会烧起来这气体，拢一律爱红色的，安怎呢？这个部分因为主持人因为阮消防署即马是管液化石油气啊，就是这个桶装瓦斯的部分。恁敢管烫石的？对，管烫石。天然气的谁管？天然气的就是迄个经济部的部分啦，安尼。哇，
天然气是经济部管，对。啊，但是伊无管到安全的部分。有，伊嘛有管，因为这个负责管这个业务，在使用上的安全嘛是拢爱注意啊。安尼，哎是，我提供一个，因为若小讲啊，阮这新的病院吼，德北这个伊个瓦斯工，伊就是迄个黄色的，吼，这有其实是有标准啦。啊，但是你若较古早创啥，啊，你若油漆落去啊，也无人去管你。吼，这个是这地都爱，其实是有一个标准。啊，那医疗机器迄个气体，吼，啊，这个氧气是绿色，空气是黄色，吼，这个是其实是空气是黄色。空气迄条讲个它迄个黄色，啊，这是国际标准。啊，假使是假使在台湾，这个是这个涂层黄色，吼啊，迄个就意思啊，你讲空气是黄色，假使也黄色，啊，我来剁落去，我剁唔到。嘿，啊，你就错开。啊，所以咱台湾应该好啊整理啊。不，这个其实是啊，但是就是讲因为不同的法规啊，所以讲小拍电呢。嘿啊，目紧啊，是讲我是讲哦，那比做，其实我是讲消防人员因咧入去了吼，大部分我家己病院我咧检查足侪病院，即个管线无熟的，无咧熟吼。对，伊就敢若出口的所在，甲你有一个熟啊，但是中即个讲无熟。啊，到时我讲讲，即个光线若去固着创啥代志会出伫遐。啊，另外地动创啥，伊个管线是会扭曲，有当下伊会漏气。吼，所以讲这地动了，这是尤其是电工的时阵，电工拄电工压接的时阵，地动的时阵伊会慢开。对。所以有当时啊，你想要电工，但是你的一段可能爱用软管、桡曲软管。可桡式软管。可桡式软管，你才有法度抗地震。我这有专业的来讲者，可。会当拗的这个软管，啊，甲电管落去斗，科长。这部分，阮桶装瓦斯无用到这，桶装瓦斯拢是软管啊。啊，因这可能是天然气入他这个住户之前，甲入他住户使用端这个部分，所以应该是当时恁咧施工有这个部分。但科长，你有他早咱咧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到德北迄件这个爆炸案件。伊迄是硬讲，迄件案件，因为我是看新闻，因为伊是天然气泄漏的案件，所以伊是硬讲。硬讲，这因为我无去调查，我嘛不敢确定。我解释一下，一般来讲，这拢是硬讲啦。但是透过咧讲地动时阵，因为这条管错位啊，中爱有一个会当吸收这个碱有阿索比的软管，啊，所以中这。会当小凹一下，小屈一下安尼，安尼较会当。迄华语叫做可挠式，哟，会凹一啦。会凹，对。哦，当时你甲咱解释一下。可挠式软管嘛，伫个压缩器具下底有一条是迄个软管。对。哦，伊虽然是金属的，但是伊会使凹弯。哦，所以无一定就是塑胶才有法度弯曲啊。对。哦。所以有当时啊，足侪设计师想要设计迄足水的管嘛，吼，拢是电管踮遐接。你会感觉讲，伫个地动了后，迄个照烧的频率会特别高，无一定是气体会漏，是迄个水会泄。哎呦，水会泄漏，就会泄一寡水出来。所以，阮的经验就是讲，你定拄定的物件是最容易会有问题的。哇！啊，咱一般的民众若无看咱新眼界，就唔知啊。啊，设计师就伊嘛无看，伊嘛唔知呢。是，所以有当时啊吼，袂使互因牵咧行，因为咱是专业的人，所以有当时啊，我拢会足强势的，足强势甲人客讲，这是安全的问题。前几工有一间建设公司来找我，因为伊伫咧展览的时阵看到我的航马路啊，下底有一个迄个柜啊吼。啊，伊就讲伊要安怎做安怎做，啊，我甲伊讲吼，台湾无法律咧规定即款物件，但是我甲你讲，因为阮拢做出口，所以我甲你讲，欧洲的规格是偌济，美国的规格是啥物，吼啊，澳洲的规格是啥物，啊，我甲伊讲，因为你内底有放压缩桶，所以你一定爱开通风口，互伊压缩若是泄漏的时阵，伊会使宣泄出来，袂使密闭伫一个空间。
压缩伫一个空间，伊就会容易崩去。啊，即个建设公司就甲我讲，为什么我要安尼做？我即马伫咧台湾呢。我甲伊讲，我为着要保护我的品牌，保护你的人客性命安全，我袂甲你做，除非你接受我的建议。因为台湾无即个法律去规定即个行业，足侪法律是拢出代志啊了后才咧改迄个法律的。所以我感觉迄是阮的责任啦，吼。所以结果即个建设公司到尾也嘛是接受阮的建议啊，伊就讲好安尼，你帮我设计，互伊有对流孔。对流的空，所以伊迄个任何泄漏，比如讲即个气若是漏出来的时阵，伊嘛袂伫咧内底啊，袂密闭伫咧内底。你搁讲一摆，若闭顺的时阵，啊，你即个柜仔内底有空嘛？你有开边仔有开空，才有开空嘛，所以会对遮泄出来。伊袂密闭伫咧内底，容易爆炸。容易爆炸，袂有形成着炮弹的概念。对，所以阮咧讲的，就是讲你真侪对流空，你爱留，你毋是等下互伊蓄积伫咧内底，才咧爆炸，才咧想讲要哪救灾。但是我还佫有一个疑问吼。是。咱其实台湾拢台湾人，或者是阮对外国人拢讲，咱台湾夜市啊文化足赞，洗夜市足好。夜市啊，一定毋是天然气，一定是瓦斯桶。咱瓦斯桶，咱也无经济法令讲，恁就爱斗这斗迄嘛，是毋是？是。危险性是？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吼，像阮有当时啊用两卡桶啊的时阵啊，有迄个自动切换、切来切去、切换迄粒头啊，伊下底就会去斗即款管。迄啥物？这款管吼有迄个双逆子的功能，冇单逆子的功能。双逆子这华语是？这边双边拢会自动防呆啊。你万一你的加速桶若是倒去的时阵，这边是不会有问题，或者是有人这里切断的时候，这里也不会泄露出来。伊就缩起来。对。啊，这嘛有单逆子，嘛有双逆子啊！你要用啥物规格对待你的？业主啊，那些歹囡仔的业主迄两字啊。逆子啊，业绩啊吼，停止的止啊，我感觉讲这个业绩啊，业主安尼。所以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讲，真侪物件拢爱一关一关去把握，毋是到尾啊造成问题才来。这敢有真贵？这无真贵啊，这一条应该几百块尔吧。啊，这有普遍无？好买无？这其实加速有咧做加速桶配讲的人，拢会知影这款。讲就有嘛。对。毋是恁兜的专利嘛？这毋是。啊，这应该每一个人拢爱来叫伊强制性来斗啊，科长，你这。我毋是讲要诬赖互你啦，就是讲。我是安那要讲这个吼，就是咱足侪餐厅。拢会有咧煮饭的时阵，啊有人来送加速桶，结果出问题。你爱用的是有高规格的逆子功能的物件。因为前台咧煮物件，你后壁换加速桶是啥你毋知。尤其热炒店吼，用炮炉一打落去轰轰轰。结果吼热炒店吼足侪出问题，是因为迄环境实在规个拢油烫烫。所以你拢无去检查，你这讲边啊是毋是拢油啊是安怎？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所以足侪做加速器具的公司拢咧讲这，你迄个小食店迄个厨房的环境对，然后你咧讲，你其实爱去查，去巡查。来，科长，我你讲。其实吼，消防队拢有去检查这个串接场所啦，就是你讲迄个。像迄个夜市啊，迄毋是有两三趟到做伙，你这边我直直换，所以其实他们串接场所拢有规定啦。阮的规定是讲吼，80啊到120公斤以下吼，都会装这个警报器啦。只要你串接的量够多的时候，拢都爱到这啊啦，所以。这规定是拢有啊，消防队嘛会去抽查嘛会去检查啦。你若讲有一些，科长，你讲较清楚，吼，观众朋友吼，帮你来检查呢。咱以后若去夜市啊吼，加减看一下，加干一下。是，就是吼，如果串接在80公斤以上吼，
就会有一些的管理规定。就2趟加起来超过80。一趟啊20，你就是4趟啦。一趟啊20个，你就是4趟，你啊5趟4趟以上串接，你就是要特别注意啊，你。哦，这咱会当眼睛会当看了，对，看得出来，哦，但是牙齿啊，会斗这种物件的人，真罕的吧？像他当时就牙齿也不要大，一般大概都不会到这么大的量。大量2趟尔嘛。2趟尔。因为伊嘛歹载。对啊。哦。但是伊袂去斗这个业主嘛，吼，因为讲我无够迄个法令爱规定我爱做。不过这是伊的生财工具吼，讲实在，伊的生财工具伊袂甲会烧掉才对啦，应该也特别爱护自己的生财工具。我感觉人性吼，咱就爱真，毋是讲怀疑啦，就是讲人性毕竟吼，有当仔是吼会去无看见啦，会去吼去轻忽掉啦。所以我要睇下科长你有早咧甲大家讲吼，厝内爱注意什么代志？那这就是吼，阮小红书吼有伫做这使用瓦斯桶吼，会注意安全的一个宣导啦。所以这3步曲，3步曲这第一步你若叫加斯桶的时阵即摆加斯桶拢爱签契约，拍契约拍契约对。拍契约的时阵你爱注意甲看内底有迄个桶偌济钱以后你要行伊的时阵，迄押金你就会使退转来嘛。这就是迄个制式的契约。过来就是咱若伫咧倒瓦斯桶的时阵就爱保持通风。所以拄仔这董事长嘛有讲，就是讲伊为虾米迄个炉子下面要开口，就是要互伊瓦斯泄漏的时阵会用泄漏出来。所以就用个防止气爆。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若是伫室内燃烧不完全的时阵就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所以冬天就会比较容易伫围炉吃火锅吃瓦斯卡式瓦斯炉迄款的无开窗门就做危险。规厝拢困去。对，迄就做危险的这是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就是讲咱若伫咧倒这个热水器甲这个瓦斯炉的时阵都爱叫这个合格的技术士来甲咱倒。因为伊知影讲安怎倒，安怎去检查有漏气无，有没有泄漏？伊这普通的这倒加斯行上来就有是请一下架来，更者。即马拢爱有证照，即马拢爱有证照，所以可能主持人你讲的是以前的迄个观念啦，就是以前你看的拢是安尼啦，即马拢改啊，即马拢愈来愈专业啊，即马这个部分其实伊讲安全。伊是这个行业其实是很注重安全的，因为你若讲倒无好时，你若漏气，你生意就免做。对啊，你就防烧，你就还。这是有爱考试的吼，丙级的考试，丙级的考试。对，考了后，伊甲你倒热水器，伊爱搁打一张迄个伊的技术师的签名，伫咧迄台热水器顶啊。这是规定，所以你若是民众。会使去看这个代志，就是伊无甲你打黑，你就使叫伊打。是。安尼伊就是有责任归属嘛吼，所以足侪人拢来甲我讲，我是水电的，我会使家己倒咧。我就会问伊讲，你有水电，但是你敢有即个丙级的雅士器具安装的即个证照？有的是无的。咱爱甲问一下。有的是无，所以咱一定爱。真严格去过滤这个代志啦，民众嘛，家己爱觉醒，就是讲，其实水电牌甲雅士器具安装的牌是无共款的，是无共款的吼。但是咱他对天然雅士烫死的雅士，搁有诶处理的，人要爱食迄个仪式感家己烧迄个酒精炉啦，要烧迄个酒精炉。有诶，真济，有迄个粉红色诶迄种，酒精膏啦，嘛有人烫伤，嘛有人爆炸的呢。迄种物件会爆炸的原理，甲这气体是虾米原因？爱安怎预防咧？科长，迄个
用迄个酒精膏吼，酒精膏一般吼拢是我即马下甲无啊嘛，无啊我即马要摕来加对毋对？你加落去的时阵吼，伊的火吼怎啊顺利的迄个线落起来，啊起来烧到遮的时阵，用的人会惊的时阵怎啊烧起来，啊怎啊无小心拢烧着边啊，啊所以。用的人拢无代志，结果拢是边仔人着气，是安尼。哦，敬拜拢安尼啊。对，所以问医生，可能医生烧烫伤可能嘛看济。这应该是真定定看过哦。定定看，寒人的时阵定定看这种烧烫伤，有的是无真严重啦，啊，但是实在是，咪小小灾难嘛吼。对，这嘿啊，这烧伤这是真艰苦的代志啦，因为恢复爱真久。半当一当的代志。啊，有的是你隔壁是拢朋友啦，甲是讲啊，这亲戚的小朋友啊，这些原来真歹交代。哦。啊，基本的观念，我是讲大家都爱有一个基本的安全概念，这是该大家人的责任啦。吼，这个唔通搁撒互政府啦，创啥？啊，你家己大人大种啊，应该爱了解这常识，家己爱注意啦。对，是。所以还要用这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因为你。烧烧的时阵，你加吼一定倒起来，所以一般吼，这无法度搁加，无你就爱摕去边仔吼，佮规个刷去边仔吼去处理啦，袂用个伫人佮伫倒顶，就伫处理啊，安尼先做危险的。啊，那迄热炒店，咱就要叫伊讲，摕去边仔去。对，你若摕来你头前的迄个食的迄个酒精火锅迄款的，你就爱叫伊刷去边仔去加，袂使伫你的面头前加。有当时你感觉伊已经烧掉啊？其实伊是小小的火，底下你看无透明的，吼，所以你等下加的时阵，伊就顺迄火怎倒起来。啊，酒精伊的燃点足低，所以很容易就是一个就散开去啊。所以这有当时还是注意这个雅斯烫啊、天然气嘛，这种热炒店，咱旧的厝的，有当时食火锅调工要食到较有气氛的吼。弄来用安尼来烧呢？我想要帮天然雅士讲一句话啦吼，即卖时代一直咧进步，所以天然雅士伫恁兜迄个表的时阵，有足侪是机械式的、机械式的，啊，即卖有微电脑的、电脑化的，所以伊若是拄着地动，伊会跳掉。吼啊，如果是遇到你24小时，那会感觉讲你雅士一直流，伊会感觉间隔伊甲你关掉。所以全民吼应该要去做这款电脑化的更换啊，哦，莫阁停留在以前的时代了。啊，业主若叫你换，你拢感觉讲伊要来趁你的钱，但是毋是，这应该是时代咧进步，咱的器具拢爱应该是爱升级才对啦。是，科长。我要甲你请教，因为你讲这个 case 吼，我感觉爱讲互大家来听，就是讲德北的迄栋楼仔厝，规个爆炸去。啊，本地是有人伊一楼的早餐店，咧导火咧用火的时阵，感觉这火焰安尼比平常时悬超4、5倍。对。啊，全部用。对。啊，结果爆炸的是楼顶，这是相当一回事。因为伊就是天然气的公司吼，迄当阵伊的压力值啊高的时阵吼，伊就爱停止加压啦。哦，啊，结果因为伊遐就是迄有一个环节吼，要有一个砂石吼去卡掉的，就是有物件去卡掉的，所以伊无法度气密，啊，结果阵啊一直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预设值的压力，啊，所以伊阵啊一直加压，的结果就是讲你后壁。收伤济啊！啊，你应该爱关起来，你无关起来，啊，所以阵啊变成讲后来瓦斯冻袂掉啊，弥漫出来啊嘛，因为你压力伤大，内底伊个控制遐就互你突破啊嘛，啊突破就泄露出来，啊结果再去遇到火源，怎啊爆起来啊你。上尾我来请教着咱消防员吼，因为咧救灾吼，咱即摆看着台中这场是已经爆炸，啊内面拢。吼，咿呀呀，啊，恁入去算做善后，啊去处理安尼吼，救伤。你第一时间你救伤的时阵，咱有当时路边会去拄着呢。咱会当来做啥物代志来帮助人？你讲大家对啊，路边拄着的时阵，急救的时阵啊。哦，若是发现就是像这种代志的时阵，第一点你就是爱先知影家己是
危险还是无危，还是安全的。啊，你若是危险的话，你就要先走，对，先闪，对啊。连救人都莫想，免拢莫想，先保护家己，对啊。家己若是受伤无法度走的话，啊，尽量就是迄个就地避难，就是你莫秘伫什物有玻璃啊，什物会喙齿的所在边啊。啊，若是涂骹拢有玻璃，你就嘛是爱紧走。啊，毋就敢若避地动共款。对，你就是爱第一时间啊，因为爆炸通常袂真济，袂骨落解啦。对，所以你有法度，你就爱保护你的头，保护你的迄个啥四肢中台的身体，对，安尼甲密起来，对。哦，第一时间你来想讲，不，因为咱听到应该是拢发生啊啦。对啊。哦，啊，当作地动安尼，紧拍落去安尼。对啊。啊，会当安尼，譬如讲咧，有人甲咱教讲，这要迄个撇迄个火灾吼，啊，拍迄些涂骹30公分以下，才有这新鲜的空气，然后敢就需要安尼。因为迄是火灾上危险的是烟。啊，对，啊，烟伫蓄积了，伊会豆豆啊沉落来，所以你较爱用白的。啊，若是这种爆炸的一下啊，你就像甲地动共款，你就先密起来，先保护家己。对。啊，咱嘛有看到迄个连续式爆炸的啊，譬如讲屏东迄摆连续式爆炸迄种，啊，迄要安怎？屏东若是屏东的话，迄是就歹闪，对，就歹闪的，对啊。啊，若是真正发生的话，你若是真正拄着，你若是第一时间你有法度反应就反应，对啊，有法度反应就反应。这就有影有法度呢吼。对啊，啊，这就是意外。你若是就开始就是对头前你的公司、你的工厂，你爱家己负责任，开始做你家己的。爱负责任去做安全的管理，安尼，这是一定爱互业主、这头家拢爱注重的代志。就是你爱互我想到一摆吼，伫屏东有一间病院嘛发生火灾呢吼。像迄种发生火灾吼，对着气体要安怎剪断安怎，这应该病院嘛爱有即个平常时的训练，才有通来做即个安全防范啊。对啊，这。我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气体的管这公路真乱，啊，这是历史工业吼，歹势，我爱讲一遍。啊，古早拢乌白装，啊，即马就变做讲爱搁一条一条吼照规矩来，啊，装逆止滑，啊，你靠我都紧急状况去管。我通过小人员咧讲，因为你爆炸一摆，即个是真一道了，其实有可能会搁第二道、第三道。哦，所以讲入去时阵，你要先甲即个所在控制，讲无搁第二道啊，啊，你开当讲善后，无人知影讲无保证的啦，系无保证的，所以讲因咧开始入去时都要真注意。啊，当然对这震波啦吼，你若拍地创啥是有保护的作用。哦，所以讲若炮弹创啥，咱拢是拢步步前进嘛。哦，这除了子弹了，即个震波较袂去。伤害身体，这还是有一部分的道理啦。啊，挥散的物品原来较会当动，啊，这是因为踮这个乐区，因咧都基本的训练。但是小讲咱伫机构内底，咱家己都要这个概念，就是讲你都要先踮安全的地区，啊，先给它控制，啊，开当救人。啊，若无你入去，敢若加死一个人啊，那是咱家己受伤呢？咱家己受伤，咱知影讲哦。可能在老血啊，可能在创啥，咱会当家己先创啥物代志？譬如讲，哇，那这手这主动脉，这已经开始啊，这要安怎？这即马就是即个，我是讲大概，那震波真强，你已经几天啦，所以讲你唔免烦恼吼，对不做去啊，你得迄个。但是一般来讲，烧烫伤，甲是讲即个。挫伤，这是有法度自救。我大爱出血，你用止血带啦，假是讲止血点、止血环，你甲这个出血先甲控制掉咧。啊，另外这个烧伤也一般用咧讲烧伤吼，这个。所以阿爸你嘛爱去学呢吼。对啦，这其实是一般民众大家都爱，这对家己的身体家己要负责的。是啊，系啊，这应该来
甲赵医师，赵医师，恁敢有平常时咧训练？因为你一直头仔讲了3摆，讲这剑伤吼，战争的伤啊，咱敢有开这个相关的课程，有民间的协会咧处理这代志无？我了解足侪拢有咧开始咧教。啊，我是讲，你也毋免讲小镇啊，咱其实一般的意外事故，其实对你家己有帮助嘛。对，像这个代志，就是有对有帮助。上下尾时间吼，董事长来，互大家来一个提醒一下，伫厝内。伫厝内安全，就是你家己爱重视，然后然后吼，足侪物件用较高规格的物件，莫去用迄种低路的物件，保护你家己的安全嘛，保护你厝边隔壁的安全。这种钱莫省啦。对，你拢开面路的伫咧外口，啊，你内底即款物件你拢无咧重视，这嘛是你的安全。